为什么一个曾经拉美地区最富有的国家 GDP 在拉美遥遥领先的国家，各类矿产资源如此丰富，先天条件如此之好的一个国家，仅仅用了20年，国家经济就成了一片废墟，贫困率高达90%呢？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，因为他们相信了一个被当作救世主的人，这个救世主便是委内瑞拉的前总统查尔斯。他是一个不畏强权的人，他是不折不扣的反美斗士。他在电视台上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，和他同时期的小布什在他眼里就是蠢货，布莱尔在他眼里则是走狗。他是委内瑞拉全民的精神教父，是不折不扣的领袖。从他英雄般的出场，以一匹黑马的身份竞选总统并成功后，一直到他死去的15年里，他几乎每次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。2013年他去世时，数百万人声泪俱下，守候10几个小时，只为他送葬。反差为什么如此之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提倡并践行的绝对公平，因为他煽动起了绝对的民族情绪，因为他把国家孤立于世界文明之外，而民众乐于将自己置身在反抗压迫的情绪里。因为他践行的绝对国有化道路上，民营企业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而民众恰恰对这种企业家恨之入骨。因为他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出，而民众也对这种一致的步调感到骄傲。因为他完全否定了市场规则，钻进乌托邦的死胡同，而民众恰恰向往着乌托邦。因为他将自己视为救世主，别人也将他看作救世主，他成了不能质疑的绝对威权，而民众恰恰喜欢崇拜这种威权。有些声音太过美妙，天生就会唤起多数人的共鸣。没有理性的思考，全凭一腔热血，一腔情绪，一腔仇恨，就像醉酒后的高亢，把失去理智当作大义凛然。这些都让委内瑞拉加速奔向了无底的深渊。